我不瞒你说，我一个生死之交，平白无故遭受了冤屈，我需要带着这个人去天泉皇城面圣，然后帮我那个朋友洗清冤屈。谁知道？不管了，先去上天泉皇城见了皇帝再说吧。你是说，你要前往皇城，而且要进宫面圣？有什么不妥吗？皇城一行，皇宫难进，更别说你要觐见君父皇帝了。天泉统领5州，本就戒备森严，如今太子学艺归来，满城欢庆，庞杂人等更是进不得。这无极太子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最近老听你们说他。我只知道他10岁便文章盖世，剑穿千里；12岁便单枪匹马闯南戎，调和了南北部族的矛盾，也化解了琼叶族的灭顶之灾。15岁天降祥瑞，保住了全5州的作物收成。还能有这样的人啊？哎，说书的都不敢这么写啊。无极，他不是人啊，他是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我们能不能不说你的神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如何才能到这城里面去？正好，我这1、2天本来也要去天泉皇城。啊？一来是皇城木林山上的雨树叶子，可以化解戾气；二来我也有重要的事宜要去办。乔治姑娘与我年龄相仿，咱们又如此有缘，要不姑娘再待上几日，我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引荐你一同进宫便是了。当真？无极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扶摇姐姐，我家小姐她病倒了。这边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让一下，小姐，姐姐，不要，我在。都先忙去吧，我跟扶摇姑娘单独说几句话。真是千算万算，算不到自己的命。我今天叫你过来，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。可是我有一个重要的事，一定要拜托你。姐姐请吩咐。实不相瞒，我此次前往皇城，原是为了5州的政事。可是现在，我怕是赶不过去。小姐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无极太子吗？记得。他是我的未婚夫君。小姐，她是玄极国的2公主，自幼便与无极太子有了婚约。此次前往皇城，既是为了国事，也是为了我与他的婚事。我和他虽相隔千里，但是这些年我们鸿雁传心，始终没有淡了心中的这份念想。我也笃定此生非他不嫁，他也说非我不娶。竟是如此重情重义的男子，姐姐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然后与他相聚。我赢了这么多人，
这个病我最清楚。怕是，小姐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就算我能熬过去，可是正事儿不能给耽误了。教练，你快把我的腰牌拿出来。小姐，快点儿。姑娘，这是能代表我身份的紫凤腰牌。我求你，以我的名义，去天泉皇城，替我见武吉太子，去见君父皇帝。你要我冒充你？对，这使不得，我不能冒充你。求你，小姐，小姐。傅小姐，我真想不明白，那个佛莲姐姐为什么要你去冒充她呀？她说，眼下天泉皇城正面临着重大危机，她又是玄机国的代表，天泉皇城招了各国使节前去共商此事。如果她不按时去的话，到时候天泉皇城定会降罪于玄机，她跟无极太子的婚事也可能会告吹。可是，这样真的好吗？那又怎么了？我们又不是去害人。到时候见了皇上，解释清楚就好了，说不定还能把战北的罪给洗脱了，不好吗？但愿吧。哎，谢谢。真可惜。秦明大叔，这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这都是戾气闹的。这姑娘和她弟弟相依为命，谁知前段时间弟弟外出巡活，回来染上了戾气。姑娘听说木灵山上的雨树叶能治病，就偷偷跑去摘了。可是这雨树是皇家的象征，岂是寻常人能随便摘的？谁？你们几个男人这样欺负一个女人，不丢人吗？你是何人？你别管我是何人，我看不惯你们这些男人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让！哟，是个女英雄啊！上！杀了他！住手！
参见德王。见过皇叔。大皇子，先把腰带束好，别在咱们五州圣女面前失了面子。这么重要的物件儿，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皇叔，您说他就是？若不是玄机皇族，谁还会有这紫凤腰牌呢？失礼失礼。原来是大皇子，刚刚对我得罪了，只是能不能请大皇子放过这位姑娘？她去采叶子也是为了自己的家人。既然天泉是五州的皇城，更应当心怀百姓。圣女一定是误会了，大皇子也是担心疫情牵连百姓，所以才严加盘查。至于这雨树枝叶，宫里本来就打算派发给百姓灾民。刚好今日我也带了些，大皇子。太子殿下马上就要回城了，君父皇帝也希望他的子民安康，赶快替陛下行善吧。多谢大皇子，多谢大皇子！谢过恩公，谢过恩公！不客气，快拿着叶子回家吧。谢过恩公。回去吧。圣女果然是菩萨心肠，慈悲为怀呀。替百姓谢过二位了。早就知道玄机皇女要来天泉，住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如就不必多麻烦了。啊，告辞。去哪儿啊？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不是太渊那个什么神奇的店铺吗？是啊，这个也是。正是，咱58同城节遍布五州，分店无处不在，专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各方面的生活便利呢。刚好，我们今天呢刚到天泉皇城，正愁没个落脚的地儿呢。您有什么推荐吗？稍等，待我查阅一下。姑娘可是从玄机来的贵客呀。这你都知道？早就知道姑娘要来。前些日子，有人来此订了天泉最具特色的庭院一处，说是要招待玄机的贵客呢。哎，就连车马都一并订好了。谁订的？那还有谁呀？您是大皇子的贵客，那当然是大皇子订的了。啊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不是，这个大皇子可真行啊，真会见风使舵啊。不过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个好处咱们不能占。但是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这整条街都被他买通了，咱们怎么混啊？总有办法的。死郎庄？什么？人跟丢了？事先安排好的馆子和客栈都没有去住。废物！你们就是废物！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事先是怎么通知你们的？有佛莲圣女进城的消息，要第一时间知会我。她可是玄机国的二公主，这金山银山都在他们玄机。我若是能得到玄机的支持，还怕得不到什么太子的位子？你看看你们办的这些好事儿，他现在人都进城了，你们连知道都不知道。好了，现在我彻底把人给得罪了。你个废物！你们就是个废物！殿下，小的知道了，这就去打探他的住处，方便殿下好好接见。还不快去！哎呀，这街还真不错啊，
死郎中，宗神医，酒足饭饱了。那咱们算算账吧。12坛一壶春，每坛40两，一共480两。4碟满花区的酱鹿耳、翠玉糕，一共120两。哎，不，还有8小碟榛果鲜露。宗神医，奸商啊，不就吃点东西吗？就是嘛。我们不是有交情的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吃食。你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反正呢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那就这样吧，签个卖身契。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干嘛？我只不过是在天玄缺几个手下，勉强收了你。你让我当手下？宗神医肯收留，咱们就有住处了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哎，考虑好了。不就是手下嘛，做工。没关系。那就至少包吃包住吧。3餐有肉吧？大床房。做1休5。可以啊。还行啊。可以。没问题。这些胃药，去取回来。最后2味药，只有城南上阳宫才有。记住了，一样都不许少。好的。这里这么多人守着，怎么进去啊？看来进入这上阳宫不能从正门走。那怎么走？你按照这单子上把其他的药找齐，这里面的交给我。不行，你一个人更不行，那可不行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很危险。可以的，你去吧。那行，小心点啊，你别被逮着了。啊，小心点。这曲子好熟悉。殿下，佛莲圣女已经入了皇城，只是眼下没人知道她的落脚处。知道了，别让人打扰我。是。你这个骗子！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你都好吗？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
你怎么知道？我这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你，从来没停过。你这个骗子，反正你这个人也没一句实话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谁。不说了，东西还我吧。你，我的玄灵针液呢？哎，我们这么久没见，你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反正你也没实话。我看你今天在这儿，应该也没安什么好心眼吧？我没告诉你，我是天泉的太子。你是太子？你的幕僚。我是袁昭许。你是太子的幕僚？嗯。肯定是在骗人吧？不然你要是真的，你带我去见太子啊？为何？我这次来天泉皇城，一路上世人便说，天泉的无极太子智慧过人，聪明绝顶，天下无双。世上哪会有这样的人？有。之前我在太原做的事，就是奉了太子的命。可见太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在天泉千万别讲太子坏话，会倒霉的。好了，你别生我气了。我向你赔个罪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要不你带我去皇宫吧？去那儿干嘛？这可不能告诉你。那你先乖乖听我的。打什么鬼主意呢？看到我感觉怎么样？要不是打不过你，我早就动手了。那好，这次啊，我绝不还手。骗子！你这个人啊，没一句实话，再也不相信你了。嗯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肯定是因为这个青楼，你是常客吧？你吃醋了？想得美！我喝了好几杯了。我不也在喝吗？喏。你为什么偷我的五色石啊？还不是为了让你来找我。你这个大骗子！我不跟你说，你这个大骗子！哎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不许什么都不说你就走了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答应你。
面子！我好了。王爷，皇叔，好了，下去。是。皇叔，这太子一走就是多年，父皇身子又弱，这朝堂上大大小小的事情，还都是您和我操持的比较多。如今却要拱手让给那小子，皇叔，您放得下吗？大皇子战功卓著，在朝中威名赫赫，这贸然交权，心里不舒服，那是必然的。哎，我这不是在问皇叔您吗？我倒是没留意你说什么。好。那我就不兜圈子了。一个人平白出现，却让我将这么多年的基业拱手相让。皇叔，我平荣真的不服啊！若真有一天到了不好收场的时候，还请皇叔站到平荣这边来，平荣自然不会亏待。你心中的不快不该对我说，朝堂的事我已经不管了。你就是跟我说了，我也全当没听见。皇叔，难道您已经忘了当年猎场那件事了？皇叔，恕平荣心直口快，可是皇叔您是知道的，那无极早就看您不顺眼了。若是让他当上了君父皇帝，还能容得下您？你看，不知道大皇子要来，这我也没备下好茶。实在是怠慢了，要不我回府上取些好茶。这总不能委屈了翼王吧？
皇叔，就不劳皇叔了，我的话说完了。告辞。容不下我的不是无极，是他吧？既然太子殿下并没有如期回朝，今日之事，怕是还请翼王殿下批审了。哎呦，这怕是不妥吧？诸位都知道，当初翼王殿下带兵前往南戎之时，就已经答应过全军的将士，凯旋之后论功行赏。如今大军已经回城数日，兵检司也上书催了2回，一直推脱说等太子回朝再签字拨付，此事不能再拖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此次出征的统帅是长孙平荣殿下，如今再由殿下亲自签署嘉奖令，是不是容易招人猜忌啊？剿贼有功，有功行赏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怎么会遭人猜忌呢？倒是此事再拖延下去，怕是管不住人家猜忌的嘴啊！我的兵血战沙场，拿命换来了南戎的片刻消停，这笔赏金，他们应该得。太子要是不同意的话，让他找父皇去说。都听见了？是。满城的人都在找你，而你却家人在畔，一点儿也没耽误风流啊。父皇都知道了。我倒是更愿意听听你自己的道理。父皇英明。明知道今天是内廷给平戎大军拨银子，是一个拉拢人心的好日子。而你却故意的走开了，把这个好人让给平戎去做，为什么？宗教之炎炎，炎萧炎炎兮，今世之淡淡，不思其反兮。德王唱的可是雨水调？不知皇后在此，臣弟失礼了。雨水调唱的是郎骑竹马来，残年忆青梅的故事。这样陈年的曲子，一个人唱，倒是更显得凄凉了。无极回来了。臣弟知道，平荣这孩子度量小，怕是容不下别人抢了风头。
但毕竟无极才是我的亲生骨肉。德王若是有心，便多提点些吧。太子天纵英才，继承大统，更是众望所归。臣弟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。本宫替无极谢过德王。说起来，臣弟府上还有些事情，先告退了。德王还未到残年，那雨水调还是少唱些好。是大哥领兵立了功，由大哥来犒赏大军，自然最合适。是你不愿意跟他抢这个好，还是你故意不愿意去趟这趟浑水？又或是你觉得这支大军是平荣培养出来的心腹，日后你也不愿意再用？都有。有自己的想法就好。说说太原的事情吧。父皇让儿臣以最小的代价、最掩人耳目的法子削弱太原国，想必父皇都知道了。儿臣用了一些手段，当上了太原王。如今太原大战府厅，威胁锐减，定然得消停一阵子了。好，好得很。你在穹苍10年学艺，如今不费一兵一卒就削弱了封国，是时候帮父皇分担天下了。是。陛下，王后娘娘特意设了家宴，请陛下和太子过去呢。父皇，您看，太子即刻就到。父皇如今年老力衰了，朝中大事都让重臣去治理，其中平荣和德王也分担了不少。你虽然贵为储君，但是在朝中并无根基。你可知道，家国天下、王权之争，那都是你死我活的。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万事多个心眼儿。父皇养好身子，余下的我来做。去吧。是。郎中，你是说这个袁昭许自幼就跟无极太子在一起是吧？那他25、26岁？郎中，你多说一个字会死吗？那你是想听无极太子的事呢，还是袁昭许的事？太子殿下，